城市森林係市區或其周邊地方，無論係政府、私人土地以及天然或種植嘅樹木所組成嘅林木植被。城市林務就係管理同護養城市森林嘅學問或者方法。城市林務同樹木管理唔同嘅地方，就係城市林務更加注重成個城市森林嘅可持續性、社區參與同推廣其好處。如果達到可持續城市森林嘅目標，城市森林對社區所帶嚟嘅好處亦可以持續落去。城市森林點解對社區非常重要？城市森林嘅好處可以分為環境、綠化、生態、經濟同精神健康幾個範疇。樹木能夠調節城市溫度，喺樹蔭下，地表溫度可以低約攝氏20度。空氣中嘅懸浮粒子亦會停留喺葉片表面，達到過濾效果。此外，空氣中嘅污染物亦會被葉片吸收，從而減低空氣中污染物含量。因此，城市樹木可以有效改善空氣質素。具觀賞性嘅樹木，例如黃花風鈴木，開花時成為社區話題之餘，更加能聯繫社區，令社區人士更加有歸屬感。綠化嘅公共空間亦可以提升生活環境質素，令社區更宜居。城市樹木可以將自然生態帶到已發展嘅城市環境。樹木本身係唔少生物，包括昆蟲、鳥類嘅棲息地。而樹木嘅花果亦係鳥類同昆蟲嘅食物來源。城市森林係支持城市生態系統嘅重要元素。樹木亦有經濟價值，例如樹木有降溫作用，可以減少冷氣嘅使用，亦能間接節省電力。城市森林有唔少生態系統功能，例如樹木生長嘅泥土同葉片可以舒緩水浸問題，亦可以節省興建防洪設施嘅費用。此外，喺戶外商業區，遊人同顧客都會因為有樹木嘅環境比較舒適，停留時間亦會較長，對周邊商戶嘅營業額有重要影響。樹木喺精神健康方面嘅幫助，好多時都會被忽略。樹可以令人心境平靜、精神集中。研究顯示，樹木唔單止可以提升精神健康，更加可以提升工作同學業表現。雖然樹木同城市森林有好多好處，但係城市環境亦都對樹木構成好多挑戰。樹木本身生長喺郊野，喺唔合適嘅城市環境生長，例如狹小嘅樹穴，生長就會受到限制，更加可能會喺強風中倒塌。城市樹木大多數被石屎覆蓋，令樹根吸收空氣同水分變得困難，最後甚至可能因為樹根窒息而枯萎。城市樹木需要適當管理，以協助樹木喺唔太理想嘅環境下仍然可以繼續生長。但係唔恰當嘅管理方式，例如過度修剪，亦會破壞樹木。剪去太多葉會降低樹木製造食物嘅能力。食物供應失衡會令樹木出現健康問題，甚至死亡。新種植或有輕微傾斜嘅樹木，有時會被裝上支架，但如果支架冇喺適當時間移除，就會阻礙樹木生長，甚至造成破壞。社區人士同城市樹木有住緊密嘅接觸，但唔適當咁利用樹木會造成破壞。例如喺樹上裝上釘嚟掛物件，或者以樹幹作為帳篷嘅支撐等等。此外，生長喺路旁嘅樹木好容易會受到車輛嘅影響。行經樹旁嘅車輛可能會對長出路面嘅樹幹或者枝條造成破壞，形成嚴重嘅腐爛，最後更加可能因為安全理由而要移除。城市因應唔同需要不斷發展，但發展有時亦會影響到大量樹木，例如道路擴闊工程或者大型發展，需要斬大量樹木以騰出發展空間，唔少嘅大樹就會被移除。樹木默默為社區作出貢獻，而喺全球暖化日益加劇嘅情況下，如果城市冇咗樹木，我哋亦都難以生存。
係咁，我哋有咩行動可以做到人樹共融？